国卫院是分析新冠疫情期间的防疫表现，甲超额死亡率。因为咱台湾伫咧早期的防疫是真严格，加上全面合作，伫咧34个研究的国家当中，超额死亡率比较较低。 新冠疫情伫全球滚价已经有3年的时间，咱来安怎评估医疗甲公卫之间的互动，也有政策介入的重要性呢？国卫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的团队收集全世界34个国家3年完整资料，根据2022年已经发表的防疫指标，评估不同的防疫表现对3年期间超额死亡的影响。34个平均的超额死亡率分别是9%、14%、11%。防疫指标分数高的国家是比分数低的国家超额死亡率会较降低。台湾是属于防疫表现较佳的国家。那在超额死亡的结果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从这边前5名排下来的话，纽西兰、台湾、日本、 丹麦跟澳洲这5个国家在这3年的平均皆是低于5%。国卫院指出，台湾因为早期的严格防疫政策甲全面防疫的合作，防立做超额死亡率相对较低国家之一。因那2022年第3年，台湾甲其他国家比起来，奥密克戎病毒是慢2个月才开始传，虽然百苗落来，但是其实甲其他国家的超额死亡率的表现真接近。一直守到你的疫苗 的这个施打覆盖率足够，这样的策略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值得，因为它是在一个利用疫苗已经比较成熟，然后利用我们的公卫体系把疫苗覆盖率拉高以后才开放。 研究结果指出，勇健的医疗保健系统甲超额死亡率下降是真有关系。若要对严格防疫转向甲病毒做伙生存，疫苗的涵盖率爱悬，才会当较安全。因那后疫情时代，防疫的应对能力是未来真重要的投资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